拒抹黑反霸凌。拒抹黑反霸凌。谢谢啊，各位媒体啊。本来今天我们是完全交给助理们啊，自己澄清了啊。但是啊，我们秘书长啊特别讲啊，他不希望他们开这个记者会啊，不然就是要有委员到场哦。他说这个是委员的场域了啊，所以我要到场来先引言跟大家说明一下哈。啊，简单讲就是那一天哈是前天几号是不是？上礼拜五哈，我们在这边有一个抗议活动，抗议监察委员来拜会啊。其实我们那一天有准备了牌子，还要举牌嘛，还有大声公。那委员们，我们大概也有30个委员哈，那一天有来。那其他当然有一些助理就跟随我们来，来帮忙拍照也好哈，准备东西啦哈，带水啦哈，这些。但是事后呢，监察委员后来就没来了，大家都知道啊。事后就被指控说什么院外的黑衣人，我们国民党委员带院外的黑衣人，然后进到立法院来。啊，我们第一时间看到的时候觉得莫名其妙，我就先清查，因为我当总召，我就先每个委员问，啊，你有带人你来不？完全没有，我要强调一次，没有任何一个是院外的带进来的人，除了你们媒体，还有在场的一些助理，啊，所以我今天就特别召开这个记者会，不要用抹黑的方式，啊，人家也是做助理，也是一个工作，混一口饭吃。委员出来抗争，他们要准备很多东西，要协助委员，他们只是小助理啊，拜托你这个大委员不要用抹黑的方式，用抹黑啊，你把它抹黑掉。然后霸凌啊，这不叫霸凌，什么才叫做霸凌？所以我今天也跟他们一起来出席啊。等一下他们也会出示，当天真正有参加的是哪一些人，照片都可以核对。如果大家有时间，事实上可以把每一个当天有参加的助理都核对出来，是谁哪一个委员的助理。都可以核对出来的国民党团的助理，我们全部都有助理证。来，我们大家用右手把助理证秀出来。我们不是酒店卫士，我们也不是黑衣人。今天穿着的黑色衣服是为了表达我们的抗议。然后呢，我们希望说2位委员不要再抹黑，你们用你们的网络声量抹黑助理，用以大欺小的方式，我们深深以为不耻。而且躲在键盘后面来抹黑人，坦白讲，在我来看，是一个操俗啊，操俗了，就这样，我们要抗议，就这样而已。基本上我们不会去针对个人跟个别委员，但是希望他不要再抹黑我们。以上。